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Miss Carrie 啊。咁咧今日咧想同大家咧分享翻咧我其中一篇咧喺 Forbes.com 發表嘅文章，係有關咧潛意識點樣係影響我哋嘅商業決策。其實潛意識嘅運作咧，除咗喺商業上咧，喺我哋日常生活咧都係影響深遠嘅。咁我哋人類咧其實係分為三層意識，第一層咧就係顯意識，就係你嘅理性啦。譬如話你肚餓就想食嘢啦，眼瞓咧就想瞓覺啦，攰就想休息，口渴咧就想飲嘢咁等等。咁呢一啲咧就係我哋嘅理性部分。咁啊，另外就係你話啊，我想我人生賺幾多錢，我咧要係幾時，我第時咧要唔要讀大學，去邊度讀大學，我要唔要移民，移民去邊個國家？我做咗父母咧，啲仔女去邊度升學？生仔定生女？如果女咧係要富養，男仔就窮養等等，呢啲全部咧都喺我哋理性部分，就係我哋顯意識嘅。咁顯意識咧係有渴求同埋生存嘅，即係話佢會訂立一啲目標啦，佢會執行啦等等。但係如果我哋人生全部嘢都係我哋想，我哋就做到咧，咁我哋人世間咧就少好多煩惱啦。實際喺我哋人生裏面過咗20年、30年、40年咧，我哋發現我哋本身咧會有一定嘅模式，係會影響咗咧我哋心裏面想要嘅嘢，快速達到啊，慢啲達到啊，定係永遠都達唔到㗎。譬如包括咩咧？拖延症啦，又或者咧係有選擇困難症啦，又或者咧係成日都覺得好迷茫啦，又或者執行力咧好低，又或者咧係有時咧想就想到天花龍鳳，但係實際操作咧又另一回事。咁我哋點樣咧係去由呢一度達到去呢一度咧？就係我哋個腦裏面想要嘅嘢，就係我哋嘅顯意識部分咧。呢個咧就係要激活我哋嘅潛意識啦。潛意識咧就係我哋另一層深層嘅意識。咁潛意識咧，佢係幫我哋咧生存同安全，係唔係俾我哋飛躍同突破嘅喎？咁我首先咧講解一下咧潛意識佢嘅功能。潛意識咧，佢係唔需要你個腦咧理性去諗，佢就會運作噶啦。有時咧要我哋本身刻意去培育噶啦。譬如話一個 BB 仔，佢天生會唔會識刷牙噶？唔識噶喎，係咪啊？但係如果你係一個大人，我而家要你而家2日唔刷牙，你會覺得點啊？周身唔聚財嘅係咪？點解會咁樣嘅咧？原因咧，潛意識係會刻入我哋嘅習慣嘅。咁潛意識佢係喺我哋嘅身體裏面咧都有一定嘅運作，一定嘅操作嘅。譬如係啲咩咧？譬如話，如果你細細個嘅時候學識踩單車啦，或者係游水。咁你咧20年、30年、40年、50年之後都冇再掂過水，冇再掂過單車啦。到咗你50幾歲、60幾歲，你掂翻單車、掂翻游水，你上去踩翻幾下，或者你去跳落水，撻翻幾下，你就會記得點游、點踩單車噶啦，係咪？咁呢一啲細個養成咗嘅記憶咧，會重新去 recall 翻、叫翻佢出嚟咧，你嘅身體肌肉咧有個記憶咧，佢就可以運作啦。另外就係我哋嘅心臟呼吸啦，我哋心跳，你使唔使叫個心跳啦？你跳啦，唔叫佢跳，佢唔跳，會唔會咁噶？唔會嘅。你嘅心跳嘅運作咧，都係你嘅潛意識係同一個功能咧係加強嘅。另外呼吸啦，你使唔使諗？我而家要唔記得咗呼吸添，我要記得呼吸先，係嘛？唔需要噶。呢一啲嘅運作咧，全部係潛意識同你嘅腦細胞同埋你身體嘅器官咧係共融埋一齊。所以佢咧係會自動運作。咁同一個道理，如果喺你細個喺你0至4歲呢段時間咧，你經歷到你經驗到啦、見識到嘅嘢咧，唔覺意都會入咗你潛意識咧，係影響你一生㗎。所以如果細個咧有一啲人可能佢父母係打工嘅，佢哋就話：唔好做商人啊，但係千祈唔好做生意啊！做生意嗰啲人咧，全部都係壞人嚟㗎，係嘛？奸商嘛。咁你0至4歲咧，唔覺意聽到呢個信息，你係好信任你嘅父母啦。咁呢一句嘅信念咧，就會深層入咗喺你嘅潛意識裏邊，而佢會跟住你一世。咁所以咧，可能後來你真係打工啦，打咗10幾20年啦，你想創業咧，覺得好艱難啊，好艱難。點解咁艱難？原因就係你0至4歲呢一段咧最
幼嫩啦，最容易吸收外界嘅事物啦，最容易咧相信外界事物嘅時間咧，就有呢個信念一聲入咗你潛意識。咁你話，咁潛意識仲有入咗啲咩咧？咁當然啦，潛意識唔係一定入啲唔好嘅嘢或者影響你負面嘅嘢嘅，有時佢都係保護你嘅。譬如話如果一啲嘅女仔女性咁樣。可能咧，佢細細個嘅時候，或者佢自0至18歲呢段時間，父母都係話：你咧就唔好做嘢啦，揾個有錢人嫁咗去啦嚇咁。咁到咗你創業嘅時候咧，你發現特別艱辛嘅，因為你唔係選擇緊爸爸媽媽同你講嗰條路啊嘛，係嘛？而呢個信念有機會一聲咧，未經你同意咧入咗你潛意識，咁就會影響咗你未來嘅人生道路啦。咁所以咧，潛意識咧係更加嘅犀利，威力更加強嘅，更加 powerful 咧，多過你嘅理性意識。因為如果我哋理性意識，我哋成日嗌口號係嘛，日日嗌口號，我要得到我嘅嘢，我會得到，咁就得到咁啊！需要世界咧，就個個人都人生美滿啦。但係我哋發現唔係㗎，有好多人窮佢一生嘅精力係有可能幾年啦、幾個月啦、幾個月嗰啲都冇問題，幾年啦、10年、20年，哎呀，我試過好多方法，想要得到我嘅嘢咧，都得唔到嘅。點解咧？因為你嘅潛意識同你嘅意識咧唔對齊，佢唔聽話，所以咧潛意識佢係好似一個咩？好似個細路仔咁，佢咧有時係一個頑皮啲小孩走去搞禍你啲嘢嘅。喺你人生咧，你有冇試過？特別喺財富追求上面咧，明明差啲得噶啦，跟住又唔得，差啲得噶啦又唔得，點解？因為有機會咧，有一部分係你潛意識咧，喂，翻轉頭啊！你明明咧屋企咧整個家族咧都係。每最多咧都係賺1000萬嘅啫，你而家想賺5000萬唔得啊，太遠啦，咪會扯翻你轉頭。因為咧對於潛意識嚟講咧，佢覺得唔安全。另一部分咧就唔關潛意識事，但都有部分關嘅嚇。但係更深層，比潛意識更深層咧，就係你嘅表觀遺傳學，就係咧你嘅家族 data 啦。其實我哋每一個人類咧打上咧7代嘅家族數據，包括你嘅父系啦、母系、家代7代嘅數據，包括埋你姨媽姑姐，即係話你嘅爸爸媽媽嘅兄弟姊妹啦，佢全部嘅人生經驗啦、信念啦、佢哋嘅人生經歷啦、佢哋嘅情感啦、佢哋嘅情緒嘅感覺啦、世界觀等等，全部其實都會喺你嘅基因序列裏面嘅。所以你以為你自己獨立思想，點解我想要嘅嘢成日都得唔到？點解我望身邊啲人咧輕輕鬆鬆賺到錢，但係我特別艱辛都唔緊要，都賺唔到嘅咧？咁點解大家人哋做同一件事個個都得，點解係我唔得嘅咧？係咪？原因唔係你有問題，而係你需要做一個動作，就係清洗你嘅潛意識，同埋清洗你基因裡面嘅家族記憶，或者家族上面影響你嘅 information 呢啲嘅資料。咁呢啲資料咧係打上7代，而呢個咧係點解有7代？有啲同學問我話：點解7代嘅咧？唔係8代，唔係12代，唔係4代？原因科學家咧想去溯源下追溯更多代咧，但係暫時顯示嘅數據咧都係得7代啫，明白嗎？咁所以咧，我哋嘅潛意識咧係對我哋嘅人生影響咧係更加大嘅。咁當然啦，潛意識咧佢主要嘅功能咧就係幫我哋生存安全啦。唔係俾我哋飛躍同突破。咁咩叫生存安全咧？就係佢係俾你咧繼續喺呢個世界裏面咧發揮你所長，係啦，佢 keep 住俾你生存。但係安全區咧就喺你家族7代嘅數據庫裏面。所以舉一個例子，如果一個人佢嘅家族咧，整個家族下包括好多打上777代啊嘛，佢哋全部咧都係奴隸啦、打工啦，佢哋嘅年薪可能都唔過10萬蚊美金啦等等咧，突然間到呢一個人士，佢話：我家族冇呢啲即係創業數據喎，我要創業，我要每個月咧賺300萬咁。我同你講咧係冇可能發生嘅，原因喺一個過程裏面咧，佢嘅潛意識就話：哇，你想做呢啲嘢好唔安全喎，佢就會想盡辦法，一係透過你嘅情緒，一係透過你感覺，一係透過你現實發生嘅情況咧，將你扯翻轉。呢個咧唔止係財富上，甚至喺健康上，甚至喺感情上，或者你更高嘅自我追求，佢都會扯翻你轉頭㗎。咁因為我哋咧，甚至係有學員咧，佢係有糖尿病啦，咁佢就覺得咧佢個連結咧係關媽媽事。咁媽媽咧嗰時係有糖尿病，佢媽媽過咗身之後咧，佢嘅升糖指數咧突然間高到13點幾，咁佢嚇一跳啦。佢話：點解我媽媽過咗身之後會係咁嘅咧？佢冇節食、冇運動、冇做其他嘢，淨係透過意識重塑，佢走去食韓燒，繼續食甜品。佢諗住：哎呀，聽日實
俾教練鬧。點知一 check 個教練話正常喎，一路 check 住都正常喎，仲回復翻咧去到6點幾，由13點幾去到6點幾。點解？因為咧喺個重塑咧，幫呢一個嘅學員咧斬斷咗佢同媽媽之間嗰個情感嘅連結。係啦，即係你嘅健康啊，你嘅疾病啊，你嘅財富啊，你嘅更高自我，你想追求好多方法都唔得，唔係因為外圍方法唔得，而係你需要去重塑。因為當你重塑咗咧，你唔止潛意識被清理啦，你家族基因序列裡面嘅家族記憶都會被模糊清理。咁你可以重新咧輸入翻一啲新嘅指令落去，咁就會幫助你咧容易咁達到你想要結果，唔止容易，仲會快速啲。咁所以咧，你可以咧睇睇我呢一篇嘅Forbes.com 發表嘅文章啦，係啦，因為咧當我同福布斯委員會咧去傾，佢都覺得哇，真係非常之好，係啦。咁我哋都好多學員咧係透過呢篇文章啦，加上咧正式嘅去加入練習去學習咧而受惠㗎。咁如果咧你有更多嘅疑問啦，或者咧有興趣咧了解點樣咧透過重塑咧係幫你激活你嘅內在潛能，讓你快速夢想成真咧，咁歡迎你咧喺下低留言重塑的威力，咁我哋嘅專員咧就會係聯絡你㗎。咁多謝晒。